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1章。第11年3月初1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甲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，你的强盛，啥人会当甲你比？你看，亚述捌亲像黎巴嫩的碧香树，枝叶青翠，树林茂盛，树丛悬大，树尾拄天。碧香树有水润泽，地下水源互伊悬大。伊栽种的所在，四周围有江河，支流灌压田野所有的树木，所以伊比其他的树木较大丛。因为水源充足，伊的树蛙长搁多，叶茂盛。空中的飞鸟伫树蛙做寿，地上的走兽伫树园的生产，列国的人民拢伫伊的荫园下徛起。遮尔大丛搁水的树，树悬树蛙长，叶茂盛，树枝顶侵入地下的水源。上帝园中的碧香树袂比伊较悬，橡树的树枝袂比伊较长，枫树的树蛙袂当甲伊比。上帝园中的树无一丛亲像伊遐水。我互伊的枝叶茂盛，生做真水。上帝的园，伊甸所有的树拢欣羡伊。所以我至悬的上主安尼讲：即丛树因为悬大，树尾悬甲拄天，煞自高骄傲。我就甲伊交互列国中上强大的统治者。即个统治者要照伊的邪恶甲伊报应。我已经甲伊气杀。凶恶的外国人甲伊斩断肋骨，伊的枝叶落伫山顶甲山谷中，树枝枝气落伫河边。树园的列国的人民拢离开。空中的飞鸟要歇伫倒落去的树箍，田野的走兽要倒伫落落去的树枝。以后，栽种伫水边的树无搁通因为大丛悬甲拄天自高骄傲。遐个树拢要孤单，亲像骄傲的世间人死去，甲死人做伙落去阴间。至悬的上主搁讲：迄丛大樟树落去阴间的时，我要砍深渊，截断江河，互水流停止，来表示哀伤。我要互黑暗掠砍黎巴嫩山，互树林内的树木拢孤单。我甲伊迄落阴间，互伊甲落深渊的死人做伙的时，伊摔落去的声摇动列国。伊甸园的树以及黎巴嫩水源充足、上好上水的树木，拢要伫阴间得到安慰。遮个树拢要甲迄丛大樟树落去阴间，甲互倒刣死的人做伙。所有住伫迄丛树荫院的人，拢要受放逐去列国。你的阳光甲悬大，伊甸园内面的树木，有倒一丛会当甲你比？毋过，你要甲伊甸园内面的树木相款，互人迄落阴间，
甲遐个无受割礼以及互倒刣死的人做伙。这是指埃及王甲伊的人民讲的。即权的上主安尼宣告：